顺时。小芳芳，啊，你是在想什么？我对你的心情这么久，你敢讲拢唔知影是不是？小祖宗小呀，怎么干啊？什么代志？贵是南部农村的日子，我为着我厝来散车，来到这个都市吃头路，嘿，帮助阮家维持阮家的生活。好佳在，受到你雇主的收留来采用，叫上我无微不至。算来你是少爷，我是查某囝，你来向阮求爱，我是一心就欢喜，一心就烦恼的。小芳芳，你讲迄是什么话？爱情是无分阶级的，现代的男女平等，什么叫做少爷？什么叫做查某囝？拢无咧相爱的，大概你是在欺骗我是？阮岂敢甲你气嫌呢？怎么了？我是非常感激，我是非常感激，伤心有幸，我想要咱千里缘，是敢若惊到咱的贫富难得结成理想的家庭。哎，没办法，难得继承理想家庭。继续你的好，谢谢。小芳芳，你真是够操烦！我是大丈夫人之后，绝对会来辜负着你啦。你各位啦，是啦，你有这款的关心，请你对天说。好，你呐，见，他拍摄什么影片那里？见千里观音，应给的。请你对天说，你呐，见千里的原由，应结的夫妻。好，我发誓1、2、3、4，那我你继续甲安慰去。1、2、3、4。第一次练。千里的